台师大女子骹球队队员去向必抽会配合研究计划，受害学生即阵甲教育部达成7项共识。美国的关税批陆续寄到世界各国，新税率8月初1开始实施，150国会去互扣10%，或者是15%。法国管制危险狗仔，要饲的标准是真严格，若是狗仔咬死人，主人会去互关10年，或代票500多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节目头起先，特别跟大家做伙来看目前全台湾上界大的争议——台师大女子骹球队队员去向必抽会配合研究计划。这骹球队教练周大英是威胁队员，都爱配合抽会，若无就要扣因的学分。有这学生是连续14天，一天去互抽3届会。即阵这研究计划主持人陈中庆、骹球队的教练周大英，拢去互罚50万。也若这周大英阁去互北检列做他议案被告。除了这2位直接关系人，台师大处理方式嘛是这回的争议重点，是去互罚140万。目前师大是表示2礼拜内处分，也若涉案的教师暂时停聘。也若教育部嘛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甲申诉的管道，撤销姓周的教练的教练证，嘛追究这台师大行政疏失。抽会换学分争议公布超过半年，干基生伫日本执行长邦娇兰、立委范云甲陈培如的陪伴，甲教育部2个处长会面，初步达成7点共识。干基生讲，这就是拄开始的诉求。这是我们第一次认真的倾听，认真解决。他们不用带着情绪说话，他们也不用很大声的说话，他们只是听怎么做、怎么处理，该哪个部会去处理，怎么样积极的去追，算是松了一口气。心中一直卡住的东西，算是放下来了。但是真的放到底了吗？还没。教育部会由处长朱俊章组成跨部会专案调查小组，定性审视台师大 IRB 违反学伦的采罚额度。台师大 IRB 暂停运作，学生囡仔甲研究送别校审查，经费差额会协同台师大处理。教育部成立单一申诉窗口，组成专案辅导小组，到学校内访视辅导，检讨撤销姓周教练的教练证，追究学校的行政疏失。校长嘛同款，由体育署检讨。撤销周姓教练的教练证，并付之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运动社团。我们会跟国科会有个专案小组，一样会去清查过去的相关的研究计划，我们会全面稽查一并处理。已经有3个学生囡仔申诉，干基生希望捌互人迫害感觉无公平的，会当透过单一窗口申诉。伊也希望各界唔通霸凌姓周的教练，唔通无顾虑演过伊原来为国家争取公赢。若是教练身困会失的，绝对会接受。你们想想吧，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跟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我真的要的，就真的只是那一句道歉，真诚的道歉。对于媒体问到周大英16日平面媒体的访问讲，事件是善意的，讲霸凌伤沉重。干基生是讲无要替教练讲话。记者搁再敲电话予教练，也是无接。对于女子骹球案引起重大议论，干基生讲，毋是要批评体育界有外害，是希望莫阁有学生囡仔发生类似的对待。记者采访报道。一回查甫囡仔凯凯去互儿母苦毒死亡，今仔日佫开庭，检方认定这负责监督访视的二少年名姓陈的社工，无照规定去访视，延误着救凯凯的时机。今仔日是照过失致死顶罪改起诉。细陈的社工行出法院，随着互凯凯案声援的民众大声干骂，细6个年母姊妹啊，甲一回查某囡仔凯凯苦毒致死，互全民拢真生气。负责监督访视的儿福联名的细陈的社工，为无照规定访视，互检方照过失致死顶罪嫌起诉。不过细陈的社工前2摆开庭拢无认罪，17下晡第3摆开庭。反正讲就讲些。好像什么都不关他的事了，反正我听了就会一直要发火。我们都非常的气愤，我们觉得说他就是说谎狡辩，当然是要重判。社会民众真愤怒，要求法官定判。二少守护行动团体发言人伫开庭伫边仔听了后，嘛批评讲，细陈的社工甲大无悔意，说责任敢若讲对家己有利的。如果不是他的疏忽的话，凯凯会被凌虐致死吗？
他是罪魁祸首当法官问到陈尚杰，就是说，他主责的事项的时候，当他答不出来的时候，他说可不可以请我的辩护律师答？可是法官就坚持说，这个是你主责的工作，你必须自己答。我们都感觉他讲话是律师有教过的。社员凯凯的公民团体一透早，嘛告日福联名的总部抗议表达不满，而且提出4大诉求，包括停止募款公开项目，厘清善款的流向，正视凯凯案失职，向社会和受害家庭正式回失礼，彻底检讨制度，强化危机辨识和介入的机制，停止以二小悲剧做募款和形象的行销，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要求随改革和问责，莫阁让悲剧搁一摆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下晡，北部7个县市防空演习，台北市长蒋万安全程督导。总统赖清德冒去台北的中山国小时代，甲蒋万安交换意见。防空警报响起来，台北市关心车来来往往的街路随便加安静。演习期间虽然8节列车正常运行，也过9站旅客只当暂时停留在车站内，搁要配合车站人员引导到大厅，还是柜台避难。现在状况一定是必要的，一定是必要的。半小时的话，其实是还好，也没有什么不好，本来就应该要做演习的。这次的城镇韧性演习是把过往的万安演习跟民安演习来做一个整合，采取兵棋推演还有综合实作的模式。台北市长蒋万安更是全程督导。城镇韧性演习第一阶段是全民避难疏散，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高立健也到场甲蒋万安同齐听防空避难简报，下昼2点防空警报结束，接下来就是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最近配合演习，在捷运赶去北捷小巨蛋站，蒋万安先是才正式民生必需品配售演练。总统赖清德下昼也特别到中山国小时代，北市正式急救站甲灾民收容救济站开设演练。甲蒋万安同齐时代是2个人不时咧讲话，不过伫第4阶段，蒋万安突然提起团结不是用讲的，赖总统是强调共同信念是反共反并吞。团结来自于我们都是一家人。枪口绝对不对内，我相信理性务实的决策者绝对不会把台湾变成热点，把战灾变成现实。所谓共同的信念就是反共、反并吞、反共护台，成为守护台湾必要、真实、具体的行动。10日下昼是北部7县市的演习时间，新北同款进行演练。市长侯友宜强调，演习是希望提升民众忧患意识，做好万全准备，才会当应用各类灾害的冲击甲挑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目前全世界已经有欧盟甲其他24国收到美国的关税批，8月7日开始实施。再来也有150国会收到批，这税率是10%或者是15%。美国总统川普10日接见巴林王储兼总理萨尔曼时阵，甲记者讲关税谈判上新的进度。川普表示，将来伊会对150个国家统一发批函，但是税率如何会伫另外一个专访公开，可能是10%，还是15%。Yeah, we have some pretty good deals to announce, but every time we send out a letter, that's the deal. The big one really is going to be on the 150 countries that we're really not negotiating with, and they're smaller. We don't do much business with them. 在第一波关税批函中，美国已经对日本进口商品扣25%的税率，8月7日有效。川普10日嘛暗示日本的税率已经确定。I think probably we'll live by the letter with Japan. We're very close to a deal with India. 印度7月初到单也无成果，欧盟虽然收到批，不过嘛还搁咧谈判。即马超袂平应该是加拿大，但是中国川普10日签署终结芬太尼法案的时阵，对中国强硬的关税立场敢若有放冷。中国制造芬太尼透过墨西哥流入美国，川普2月要宣布对中国加征收20%的关税。And I think we're going to work it out so that China is going to end up going from that to giving the death penalty to the people that create this fentanyl and send it into our country. 若是巴西，川普对巴西扣50%的重税，市场已经提早反应。除了美国进口商抢进口巴西咖啡豆，也传出巴西的酒农对美国来人客加征收50%的川普税。川普为少小商店拢烦恼重税会造成几定人失业。Muita gente, se ele acabar taxando, muita gente vai acabar perdendo emprego, vai acabar fechando lojas, assim como foi na época de 2020 com o Covid.
muita gente acabou quebrando, né? 除了50%的关税，川普阁对巴西用301条款的调查。巴西总统表态愤慨，也是冷静消息，互华府经贸官员希望会当有机会进一步商谈，期待谈判会当得到好成果的，还佫有希腊的水蜜桃果农。即马是青头啊，长咧北皮切片装罐搁出口的关键时间。川普对后面的30%关税，对有1/5生产拢外销去美国的希腊水蜜桃果农影响上大。Εδώ και 6 μήνες από τότε δηλαδή που ανέλαβε το Τραμπ σε μια περίοδο απόλυτης αναταραχής. 30%的关税，互规个欧盟地区为农产品、草橄榄油、葡萄酒到汽车产业拢着。就连德国才有的，伫美国真互人欢迎，而且无法度代替的利斯林品种甜白酒，同款受影响。德国西部摩泽尔地区生产白酒已经有400年历史的塞尔巴赫家族啊，对市场的未来真烦恼。就惊新关税有效，一寡规模较细，也是财务状况无好的酒庄会头一个受影响。公司新闻，洪润梅编译。2023年，大约有500个逃离北韩、走去中国生活的北韩人，放送倒转去。一群人到今也下落不明，因的家属是真烦恼。这南韩都有人权组织连续2年提出报告，呼吁国际都要注意这款干涉侵犯人权的行动。하루하루 손꼽아 기다리고 있습니다. 지옥에서 사는 것이나 다름없습니다. 去年10月，在英国的脱北者金贵利，捌伫中国甲北韩驻英国大使馆外野排示威，表达希望找到2023年去予中国强强遣返转去北韩的小妹金铁玉。伫南韩首尔的人权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指出，这是北韩境外跨国强迫失踪的代表性案例之一。Who was actually a victim of human trafficking. She was married into a Chinese man and had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25 years. She never were allowed to have a legal status in China. The repatriation, deporta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escapees in October of 2023, she was unfortunately one of the 500 North Koreans. No 20 detainees were sent back. 甲金铁玉做伙予人遣返的脱北者差不多500人，甲当拢下落不明。因为脱北伫北韩是重罪，予人遣返的人可能面临加禁、酷刑甚至处决。转型正义工作组针对案例受害者家属的困境甲建议，连续2年提出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This is something that bo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protecting North Korean refugees should continue to speak up. And we also emphasize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address North Korean escapees as refugees or asylum seekers. 转型正义工作组希望联合国甲各主要国家爱表达敦促中国甲罗西亚停止甲北韩合作，遵守无遣返原则。若是持续做出相关侵犯人权的行为，应该爱实施制裁。记者采访报道。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权统治阿富汗。过去真侪要协助英军的阿富汗人，惊去互算笑，赶紧要移民去英国。想袂到这申请移民的名单煞是泄露出去。迄当阵的英国政府是赶紧下禁令，禁止媒体报道名单。即阵经过3年，英国的高等法院认为讲，即个移民去互报好的风险已经无遐悬，宣布解除禁令。英国国防大臣希利15日下议向议员说明2022年阿富汗前期甲援助政策，19000名阿富汗申请人告知挂留的处理情况。希利指出，受影响的人员中有约4500人，男是已经伫英国多时伫咧过境途中，目前开挖失业英镑。Mr. Speaker, this serious data incident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It may have occurred 3 years ago under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but to all those whose information was compromised, I offer a sincere apology today on behalf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2021年，塔利班重新掌控阿富汗了后，大批捌伫战时协助英军的阿富汗人，甲因的家人伫安全的区量，透过阿富汗前期甲援助政策申请移居英国。名单2022年2月，互国防部一名官员无说离外泄。2023年8月，大量申请者的告知搁伫面册散布。保守党政府的营养指导是一方面向法院申请封口令，禁止媒体报道；另外一方面秘密的重新安置受影响的人。
工党上台了后，首相斯凯尔下令进行内部调查，显示塔利班有其他资讯来源，掌握北加阿富汗前政府参国际部队合作的人权资讯，认为外泄的内容会害申请人和塔利班保护的风险已经无悬。高等法院15裁定解除封口令，执政的工党随即将代志完整公布，也出整个前期计划成本伫55亿至60亿英镑之间。这件前调的资料刮涉案2年落来，也成做保守党甲工党政党恶斗的议题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前一阵啊，咱台湾是发生真侪件比特犬降价受伤的案件，这款较有攻击性的狗仔要安怎管理，就引起讨论。今仔日咱先来看法国的做法，因是把这危险的狗仔分做2类：攻击犬甲防卫犬。迄款攻击犬就是有伤害真可的狗仔，禁止买卖，袂使送人，袂使进口。也若是另外这类防卫犬，要饲是爱符合真侪条件，爱满18岁，无犯罪记录，上课摕到证书，摕到许可证明，保动物保险，而且出外的时阵爱甲因看锁啊，甲因按喙按，甚至阁有专业的人员分析这狗仔行为敢有危险。若是违规去饲这款危险的狗仔，会去罚款台票51万，狗仔没收。甚至若是去降驾死人，这主人会去罚关10年，罚台票500多万。许多人都会饲养宠物犬，但在法国养狗可没这么简单，特别是官方认证的危险犬只。你在饲养之前，除了犬只要先经过行为评估，饲主也需要经过认证，才能够把爱犬带回家。法国管制危险狗仔分做2类，第一类是攻击犬，像伫台湾卖有几摆伤人记录的比特犬，这类的狗仔专门禁止买卖、赠送甲进口。第2类是防卫犬，像收容所内这只美国斯达佛夏牛头犬，都要经过一关一关监督，才有权利饲养。Ce sont des chiens qui sont un peu plus difficiles à faire adopter puisqu'il y a d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à poursuivre. Il faut un permis de détention qui est délivré par la mairie, une attestation d'aptitude qui est délivrée après une formation d'une journée. Et ensuite, il faut que l'animal soit déclaré à l'assurance et tenu en laisse et en muselière dans les lieux publics. 民众想要饲危险的狗仔，爱满18岁，无犯罪记录，也爱上传规日科处理证书，宠物也爱行为评估，若有风险也爱请专业训犬师介入，帮忙改善行为。C'est sa vraiment ses premières heures. Donc j'ai commencé à lui faire apprendre la marche au pied, rester à côté de moi. On a vu que c'est un chien qui aimait pas recevoir des ordres. Au début, il se débattait un petit peu comme un cheval qu'on débourrait. Ensuite, une fois qu'il me suivait correctement, je lui ai demandé de sauter, de marcher sur des choses où il n'était pas à l'aise, ce qui m'a permis qu'il prenne confiance en moi. 法国强调饲主责任，针对违法者实施严格处罚。若非法饲有危险狗仔，上当会当处6个月徒刑，相关罚金会当达到15000欧元，大约台币51万。狗仔也爱罚入。若狗仔攻击人，饲主会当以过失致死罪起诉，情节重大者，相当会当判10年徒刑，罚金15万欧元，大约台币513万。另外，动物本身，法国考虑是采取保护立场，徛伫公共安全考量，采取训练甲安置等措施，保障因看作责任主体。Comme tout type de chien, ce sont des chiens qui sont au même niveau que les autres chiens. Ce sont des chiens comme les autres, qui sont adorables, très câlins, affectueux. Pour moi, il n'y a pas de chiens méchants. Les chiens de première et deuxième catégorie ne sont pas forcément plus agressifs qu'un berger allemand ou autre chien. C'est que c'est beaucoup des chiens qui demandent du temps, d'une expérience. 台湾虽然将比特犬等犬种列为危险狗仔，不过敢是会当学法国的有利做法，营造人甲狗仔和谐的社会环境，值得咱同齐努力。公视国际记者法国巴黎报道。英国甲澳洲的研究人员利用实验，甲有基因缺陷的重卵，甲成功的重组，降低罕见疾病遗传的风险，河北红鸭成功出世。橡皮顶悬的查某红鸭莉莉，伫早产出世几礼拜就开始出现镜头，伊的体型真瘦，下部大部自治无电，2摆心脏向停去，落尾敢若活6个月。医师的诊断显示讲，伊着真罕见的裂腺体的病。
粒线体是细胞的小型能量工厂，因的 DNA 若是有缺陷，就有可能损害大脑、心脏和筋膜等各种器官，造成真大的痛苦，而且无法度治好。大约每5000个囡仔内面，都会有一个得到这种病。粒线体的基因是对妈妈的卵子来的。英国和澳洲的科学家合作，利用这种原核移植的技术，成功替8个高风险的女性生出真健康的红孩仔。Or technique called pronuclear transfer, which effectively replaces the bad mitochondria with good mitochondria. 做法是把粒线体基因缺陷妈妈的受精卵，把细胞核提出来，放入去一个粒线体正常已经把细胞核提掉的人管的受精卵内面，定做变做一个健康的受精卵，再搁放入子宫内面生产。英国2015年修法，在严格的条件之下，允准这种疗法，经过10年，总算是看到成效。发表在上新一期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报告，指出讲8个高风险妇女。在接受原核移植了后，拢总有7个人生囝，包括一对双胞的在内，拢总生8个健康的红孩仔，还有1个人搁伫有新的状态。目前上大的红孩仔已经2岁，内面5个红孩仔的粒线体突变是假到测袂出来，另外3个变异率嘛真低。团队会持续追踪至少5年。这种疗法因为涉及第3人的基因，互叫做是3亲红孩仔，搁引发伦理争议。但是专家否认，讲囡仔的特点主要对双亲兄来。The mitochondrial DNA encodes genes which are relevant for making energy production. They're not in giving any particular trait. In the UK, it was made very clearly, and not three-parent babies. 粒线体的缺陷是造成真侪家庭的痛苦，或真侪囡仔真早就过往。原核移植技术替因开一个窗仔门，嘛互定做一个健康的红孩仔，毋是梦想。目前全世界敢若英国和澳洲通过这项立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屏东林鹿永源长头前是有一丛老青仔树，最近庙方咧做花台时阵，空安稳图，竟然是连这树根搁甲空调咧。惊讲这树根的烂去，民众是真烦恼，讲这树啊倒去会去缀着人。大雨一直落，但是雨水顺树瓜流落来花台内底，看到的毋是青仔树根，而是一缘暗毛图。屏东林鹿乡永源洞头前的这丛青仔，顶个月定做花台，不过庙方说连树根都空暗毛图。这件代志伫网络引起讨论，民众质疑安尼做树啊敢有法度喘气？庙方表示是为着树叶啊好变扫，而且顶悬冇拍空要压水。你如果说不这样，要做怎么扫？你去了解了。我这个还有打3个洞，这个都可以渗透进去，这个你看，这水都可以进去，不是全部啦。它被水泥封起来，又被盖土，它的根系会怎么样？会缺氧。不是靠那3个小洞就能解决的。所以最后缺氧的结果是根系没办法呼吸，就会烂掉。它烂掉之后，这棵树就会倒掉。除了头前新做花台的这丛青仔，顶几年伫庙边的这丛嘛同款有用阿妈图控树根的表面，因此庙方认为袂影响树的成长。对此农业处表示，虽讲这丛青仔毋是立管的受保护树木，不过这款做法确实会造成树啊生菌、烂根甚至倒去。后续也邀集专家学者去会勘辅导改善。那我们择期来做现地的一个勘察，那也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针对这一个的状况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及辅导，那供庙方后续做改善树木栖地的一个措施。庙方强调，因为人力有限，因是为着环境经济才安尼做，毋是无爱树啊。不过专家认为，除了爱将表面的阿毛土卡掉以外，上好也是甲花台规个拆掉，莫互青仔生长受到限制，安尼才是正办。记者郭家祖、赵阳屏东采访报道。宜兰有一间连锁大卖场，开一个开港结销的柜台，或者老大人来卖场，有人会当陪因开港。店员嘛专工警惕会晓讲台语的，而且这早时啊，佫有胖港牛奶互老大人食。今仔来买物件，感觉安怎有欢喜无？开钱无欢喜。真诶晓，开钱无欢喜，安尼较食来啊。开钱无欢喜，你较较重。那含阿伯开港，那讲算笑，这是宜兰连锁大卖场新设的开港结销柜台。这阮家己做的面包客家己做，小点心，试试看。开玩笑，佮大心摕牛奶面包互阿伯阿姆，是大是拢笑嗨嗨，一直学了足大心。较济所在有较好，很好啊，因为我们喜欢这样聊天啊。真好，第一届真好，真好。如果针对早上来的客阿公阿嬷们，就是可能如果血糖比较低，
我们会问他有没有吃早餐，然后就可能提供一些面包啊、糖果啊，然后牛奶跟豆奶或是水。卖场讲当初会想要说开港介绍柜台，是因为看到荷兰有超市流行这款的服务，后来才甲引入来宜兰试办，希望互介绍变做甲老大人温暖的对话，豆豆介绍唔免惊后壁有人吹，打造一个友善的卖场环境。店员讲也有较闹火，也有拍一下招呼，我就感觉讲这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方案啦。即马宜兰店是阮即个系统内底，阮第一间店安尼做。若讲伊的示范效果袂歹当然我其他的店买当来这个采取同款的这个模式。卖场讲，伫咧开港柜台服务的员工拢是特别敬贵的，唔但需要有社会经验，上好阁会晓讲台语，爱甲老大人开讲卫生。卖场阁提供65岁以上的时段免费的配送服务，唔免挂甲大包细包，或是大真肯定。记者陈选曾俊佑宜兰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